偌对啊？咱即马无贝斯是无？孤单一支贝斯，哦，我们教会的弟兄无算少呢。你看，没有人理我，来参加一下圣歌队，哦，今日这首歌若搁加10个，就完全无共款啦，哦。不过感谢哈，圣歌队为咱这水的备班。好，咱要来亲近上帝的话，咱先同心来祈祷。即成个杯，阮满心感谢有即个稳定会当组织做伙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荣光！求你的圣神甲阮伫地，你亲身来教示阮你的话语，求你帮助阮通明白。更较重要的是，帮助阮将阮所明白的行做出来，成做阮生命一部分。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日咱的经文来到以弗所书第2章11节到22节，吼，11节到22节，吼。这是要讲到保罗伊伫论证吼，主耶稣基督真做一个中保吼的一个概念。进入经文进前，大家先甲你交代一寡背景吼，就是迄个时阵有侪本来是外邦人，但一个会讲到这句吼，就开始一开始就讲，我没开嘛，对，你们这些外邦人吼 ，Gentiles。外邦人，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吼，吼。咱即马基督徒有人现在在讲非基督徒嘛，也用外邦人讲，不对吼，不对吼。外邦人的意思是非犹太教徒，吼，是针对犹太人应该的专有名词，吼，非犹太教徒。我记住有一届阮家庭在食饭，家族在食饭，妈妈这边是基督徒，爸爸那边不是基督徒，吼。所以妈妈这边的阿金在开讲，就忽然讲因外邦人唔捌啦。然后这边的阿哥二哥就讲，伊开始叫我外邦人哈，我当场就觉得哇，很不好意思哈。好，提醒一下基督徒，我们不要用外邦人这个称谓了哈。好，迄阵的非犹太教徒的外邦人有侪已经加入伫犹太教哦。加入犹太教，然后呢，有一些人是没有行割礼的，有一些人有行割礼哈。那犹太人因自细汉出世第几天？男生第几天？第8天就要行割礼哈，所以变成因性命一个记号。你若是外邦人要加入犹太教，你嘛得行割礼哈，除了洗礼以外，嘛要行割礼。毋过，迄个时阵有侪即款的犹太教徒已经又皈依又转信基督教，这个时阵就出问题啊！就是犹太教非常在意这些外邦人要行什么，要行割礼，开始接来因成做犹太人。毋过基督教有没有？基督教讲无要紧，行割礼是干那犹太人爱行割礼。你若是外邦人，你要信基督教，唔免行割礼。可是有一群犹太教的基督徒就非常坚持，就是讲，你若要信基督教，你得先成做犹太人，成做犹太人了，才会当信基督教。所以变成说，你得先行割礼了，才会当信耶稣基督。这个是保罗非常生气的哈。保罗讨厌这款的讲法。所以有这个背景，开始咱进入咱今日的11节到22节哦。伊讲恁家的人，你还记住，你们之前被称为外邦人 Gentiles， 你应该是互称作是外邦人。恁是什么款的人？恁是未受割礼的人，这也是个专有名词吼。上甲你号这个名，就是遐个受割礼犹太人甲你号这个名。好，这两个都是专有名词哈，就是说外邦人跟未受割礼者，这是专有名词哈。
啊，这个受割礼的是保罗跟何为啦，好，因为哪一个犹太人会称自己是受割礼的？他们本来就会受割礼，所以无这个称呼，这是保罗在笑他们，在骂他们，所以你用这看不出来保罗的语气，吼，就是未受割礼、未受割礼，咱台语可能爱讲，啊未挂的，伊这无挂到的，吼，啊那受割礼的咧，保罗在笑那些犹太人，迄款吼已经挂掉的吼，在笑恁这啊未挂的，啊咧。知道他的语气没有？保罗是用很戏谑、很生气的话在讲这个事情。他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要记得哦，离烟鬼是红叫这三回，还没过来。啊，上个你叫是已经过来。好，所以保罗要讲说，你们这些已经割的犹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啦。你们是什么？用手过来啦。好，保罗说，真正的割礼是从割在哪里？心理的割礼哈，不是肉体的割礼哈。哦，各位兄弟，咱知影咱今麦基督徒有没有行割礼？我们是什么礼？啊，我们的洗礼就相对于旧约犹太人的割礼。所以当保罗安尼在论证割礼的时候，各位兄弟，咱嘛会当安尼看咱的洗礼。这个洗礼其实要行在哪里？心理才是重要的哈，不是一切的外表的仪式哈，是那个心理哈。呵，所以保罗在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要记得哦。重点不是在讲刚刚那割不割了哈，保罗重点要放在这里，你也要记住，恁进前跟基督没关系，你们之前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情况？你们是这个情况，令我红动这是以色列国民，就是说你们跟上帝国没分呐。从旧约以来，以色列人认为说，只有他们犹太人是上帝国的百姓，citizen， 你们不是。就是说外邦人基督徒，你要记得哦，你进前跟基督没关系时阵，你们不是国民。然后呢，恁伫所应允的约。你们是陌生人，你们跟那些以前上帝跟犹太人所立的约是无关系，跟你拢无关系。所以恁是安那？你们是没有盼望，在这个世界无望无上帝。保罗是在讲这个意思。那今麦来看，什么叫做所应许的加的约？你们是陌生人，这个要解释一下，因为在这里台语翻译较对吼。台语是翻成底加的应允的约，这个时阵应允跟约都是名词。你有看到和本的华语的翻译没有？在所应许的诸约，那个应许变成动词有没有？嘿，这个是华语常常会出现的情况。呵，它原文应许跟约都是名词，是让它强调这，因为它的原文。应许是单数，约嘞，约是复数，就是讲上帝对犹太人有一个应允，这个应允是透过介济无同款的约来达成的。好，所以你若从旧约来看，上帝跟犹太人有什么款的约？不，哪来讲亚当那就是全部的了哈。上帝有亚当之约。个拣选犹太人亚伯拉罕之约，个有摩西的十诫的律法之约，个有上帝跟大卫之约。你会发现讲，上帝对因的应允，这些约有没有完成？都被人破坏掉，对不？所以一直到耶利米，旧约了耶利米，耶利米有提到上帝以后要立一个新约，比较不是在讲我们现在新旧约的新约的艺术，以及讲这类新的约，跟刚刚那个割礼的想法一样。好，在耶利米书31章有讲的讲，这类新的约，上帝讲我无搁要刻在那个石板上面。摩西的十诫刻在哪里？石板上面。我讲
上帝讲，我这个新的约是要刻在哪里？心里吼，我要成做恁的上帝，恁爱成做我的百姓。这无搁要刻伫迄个石板顶面，吼，要刻伫迄个心内面，吼。赶快，他讲的是新约，一直到这个新约，就是讲，保罗要讲，这个约为亚当以来的约，跟恁拢无关系，你们都在约之外，吼，所以你们是没有指望的，吼。毋过保罗遮讲的，毋过恁靠着耶稣基督，你借着伊的保惠，恁会当甲上帝得到亲近。原本犹太人是坚持一定要透过什么这些约，尤其是遵守摩西的十诫，刻在石板上的十诫，跟其他300多条的约，这个时候。这是犹太人的坚持，而且因为一开始跟亚伯拉罕立约，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行什么？割礼，这成为犹太人身体生命的记号，所以他们非常坚持这个。你若要跟上帝亲近，你若要跟上帝建立关系，你得完全遵守行割礼，而且摩西的十诫的约。可是这阵保罗要甲这些非犹太人讲，你们不是要去遵守这些约才能跟上帝当建立关系，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这里讲到这里，我一定要再重复一次这个概念。保罗他是第一代传福音的人，什么意思？叫第一代传福音的人，从耶稣升天以后开始传福音的人，所以包括保罗、彼得、雅各，这些人都是第一代传福音的人，对不对？这些第一代传福音的人，他有什么特色？你知道不？各位兄弟，这些第一代传福音的人，他有什么特色？他们是什么？亲目睭看过耶稣。保罗也是跟你强辩，他有看过哦。保罗在什么地方看过？你说彼得、约翰、安德烈这些使徒有没有看过耶稣啊？一点有的啊！他们从跟随耶稣见证耶稣基督的死，甲割瓦、甲受天，伊拢有见证。保罗讲我嘛有。保罗什么时候看过耶稣啊？亲眼见耶稣，什么时候？去大马士革路上要去抓基督徒的路上怎么样？耶稣基督，的光照到他，没看到还好，看到就变瞎眼了。保罗就瞎眼。保罗他们是第一代传福音的人，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怎么样？亲眼见过。是安怎亲眼见过较重要？因为这些人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人？是犹太人。我把这个广义等一下再解释什么叫广义。犹太人在等候什么会？弥赛亚，在等候那个弥赛亚，等候基督。第一代传福音的人，在给这犹太人传福音的内容就是什么？领受天后的那个弥赛亚，其实就是什么人？就是耶稣啦。这个耶稣我亲目睭看过，我要给您证明，这个耶稣就是安那基督。这样讲有没有效果？有啊，我亲眼看到的啊。我看到他行神迹，我看到他死，我看到他割瓦，看到他受天，我亲目睭看到的。您爱相信领受天后的弥赛亚，就是什么会？耶稣伊本人。这样讲话有没有分量啦？看到了嘛，对不对？好，基本上我这家人的囝，我爸爸亲眼看到耶稣。你要相信那个你们等候的弥赛亚就是谁？就是耶稣。这样有没有分量？弱了一点，有没有？第三代，我阿公我看过耶稣，你知无？这个耶稣就是什么人？就是你这天后的基督啦。有没有分量？更弱。
即摆阮阿祖吼，捌看过耶稣基督，吼，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是你们等候的弥赛亚，有没有分量？这个就是基督徒，你有听到吗？这就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到处去跟说，阮，哦，2000当进前的犹太人看过耶稣。你用传的讲这个有什么用？各位兄弟，气死我了！好来，广义的犹太人什么意思？来，就是血统上是犹太人，这种是纯的犹太人。他们懂不懂圣经？信不信上帝？用讲的是讲得通的。你知道意思不？这些人以信上帝、看圣经，因在听好弥赛亚。这些人听到保罗、彼得、约翰，因在讲耶稣就是基督，讲得通讲不通？讲得通。第二种犹太人叫做皈依犹太教，他都要讲的外邦人，proselyte 因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我都讲的，因本来是外邦人，因要加入犹太教。哪要加入犹太教？来，先看后面要加入犹太教的条件，就是要先怎么样？不出来，好，要行割礼。第二件更加重要，因为割礼就痛一下就好了。好，要怎么样？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哇，各位兄弟，在迄个时代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是这困难的代志，因为摩西的律法内面有规定，清气甲安那，无清气，连食的物件嘛爱有清气甲无清气。所以在希腊，在罗马的时代里面，在希腊的文化下面，你不但要惊甲类，就是一件很希腊的文化很看不起的事情，你伤害自己的身体。来，你可袂使食猪吧、蛤蟆、金仔、毛、生鱼、鲨鱼烟，你拢袂使食。你在那个罗马帝国的时代，什么都不可以吃。你就想象我们台湾人，罗马饭袂当食，里脊干当鬼。所以这一些，如果你要皈依成犹太教，你是全部要遵守。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会产生第三种人，叫做敬虔人。God's fearers， 就是这款人已经愿意相信、愿意信上帝，愿意去遵守犹太教，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到生活上没遵守这些犹太人的规定，而且呢，他不想行割礼。我在咧讲这一届因为罗马帝国的人甲日本人一项做同款的，就是拢爱洗身躯给别人看。他们都有公共什么澡堂，在犹太人在希腊文化下面，这个洗澡的澡堂就是在男人在交际应酬的地方，就是有时候高官贵族在谈生意，在谈重要事情的地方。你若洗身躯洗一泡，人看到你去减一截。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失礼的事情，所以你知道那个时阵想信犹太教，可是不想什么行割礼人很多，非常多是这个情况的，所以有三款人，我称之为广义犹太教，这是我发明的，就是名词叫广义犹太教的是那阵保罗他们第一代基督徒在传福音的对象。你哪看圣经，你会发现。这些第一代基督徒是很少直接传福音给那个完全没看过圣经的外邦人。我们从使徒行传看得出来，他的记载是保罗、巴拿巴这些人去到一个城市，只去哪里？只去会堂，就是犹太人聚集的所在哪里？因底下传了，因就去另外一个城市，他们不会跑去公共的广场去开那个什么布道会，
没有，因敢若团给犹太人。因哪去犹太人聚集的所在，就会看到这3种人：纯的跟什么？正式皈依的跟什么？敬虔人。我最近读了一些资料显示，这3种人成为基督徒的哪一种人最多？第3个最多。好，就是你会发现，我哪伫犹太教，我哪无惊甲类。我永远是那个圈圈的什么外围边缘分子。不过我若改信基督教，有要求行甲类无？无，我会马上可以变成权力的中心。好，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哈。所以敬虔人是最多的，所以这个才会影响到咱今日的经文，就是讲这个人，伊本来信犹太教，伊即马转换做要信基督教的时阵，伊有行甲类无？他仍然是没有行割礼。不过有一寡犹太教的基督徒，伊本身是犹太人，所以他已经什么行割礼了。因就开始要要求者，恁遮新来的，袂使袂使，恁来安那爱割一割。这是保罗非常生气的，因为保罗认为讲，人会当甲上帝建立关系的原因是透过什么？透过耶稣基督。唔是透过行甲礼甲遵守10条诫，这是保罗伊在强调的所在。所以保罗伊最受气这款的教示，所以保罗还曾经说，这些人是自己阉割自己，人家只是割包皮，他说人家阉割自己，他伊讲到这个严重的好，所以让怎样？这个是条件保罗强调讲，耶稣基督伊家己真做咱的和平。这个咱是包括本来是犹太教的基督徒，甲外邦人的基督徒2种他认为说，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真做合一了。他是我们的和平，而且他拆毁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什么意思？叫做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是李嘉彤吗？不是好来，这个是圣殿整个外围那一圈其实整个是叫圣殿了外面在那一圈，那是一个走廊像这个最漂亮的这个叫做所罗门走廊当然别看，有看到圣殿在最中间有没有？你有看到外邦人院来，我们看近一点。你有看到那个隔断的墙吗？这个隔断的墙在这里，隔断了外邦人院跟内院。就是讲，你虽然已经是第3个，就是敬虔者、敬畏上帝者了，你仍然还是被隔在哪里？那个外面那个隔断的墙，那个隔断的墙上面会刻字会刻字讲，外邦人不得入内，入内的处死这个是罗马帝国唯一给犹太人特权可以处死的时候，就是如果外邦人进去他们的圣殿，过那个墙，他们可以抓起来处死的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不可以所以你看，以被抬牙收，还是要把耶稣交给谁？比拉多才可以所以那个是隔断的墙。所以各位在6看到不？那个外邦人院范围大不大？外邦人院范围很大，它不是给外邦人的，它是给哪一种？他说共轨。第3种，敬虔者，因为真正的外邦人没来，真正的外邦人是不会来这里的，因为犹太人是看不起外邦人，犹太人是看不起外邦人，外邦人也看不起犹太人，他们不会来犹太人的圣殿，所以犹太人也不可能在因的圣殿里面举办一个所在叫做外邦人院，你知道意思不？这个外邦人院是预备给他多少？第3种叫做敬虔者，God fearers
所以他们是友善犹太教的人，因是信犹太教的人，不过因不爱行较礼，不爱遵守好多细节，生活上的细节，好多讲过啊。所以保罗意思是讲，耶稣以亲身把迄个隔断的墙拆除掉了哈，再也没有那些了，而且呢，他废掉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好，互咱伊讲，互咱相逢的时候，恁外邦人基督徒甲阮犹太人基督徒，会当借着耶稣基督伫同一位圣心内面，会当来到上帝被上帝面头前。好，这是保罗他的论证。各位这不要怀疑哈，我们听起来没什么，可是保罗这个论述，伫迄个时代叫做异端，保证哈，绝对是旧约的人无法接受的。你是什么东东啊？我们遵守摩西的律法，遵守上千年，你今嘛来讲啦？你讲律法怎么样？被耶稣基督废除了。好，今嘛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好。你哪来的啊？好，你是什么东东啊？各位这完全是异端，不要怀疑。好，像我们这时候也会说一些人是异端嘛，对不对？哈。可是其实是很有需要去思考因在讲什么话。好，这有需要，咱来思考因在讲什么话。我们有时候可能咱这基督徒的讲最东初这犹太人，我们很可能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我们很可能就是这些咱把这个信用已经遵守到死去啊，已经死掉了。我们只是在遵守一些表象的规定，好，所以一共，可是我要强调，一共废掉那些记载在律法上面的规条，意思并不是说废掉这些律法的意义跟精神。各位看这，保罗在论述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以的面对的对象是那些遵守律法的这犹太人，所以他讲的非常的极端。千万不要怀疑耶稣基督要废掉所有的律法，因为耶稣基督跟你安怎讲？耶稣基督跟你讲，我来不是要安怎废无这律法，我是要宣传，我不是要废去，我是要什么？成全这些律法。等于是说，我要把这个律法的精神跟它的意义发挥到极致。可是，不过不一定是照着遵守它的表象。这是耶稣基督他面对旧约律法的态度。我不相信保罗的想法跟他无同款。不过各位看这可笑的所在就是，我们已经过了2000年了哈。今麦基督徒在看圣经，永远是在照那个白纸黑字对面的字面意义在遵守，这是最可笑的代志。因为耶稣基督2000当进前的伊就讲袂使安尼啊，耶稣基督就讲不可以这个样子。好，我常常举例，耶稣说你们的圣经10条诫有规定不可奸淫，什么叫做奸淫？各位看这，什么叫做行奸淫？就是你跟你的配偶以外的人有性行为，那叫做行奸淫。耶稣讲圣经记载不可行奸淫，不过我跟你讲，我告诉你，你们这些男人，我告诉你，当你看着一个女人，心里在想什么？心里在想跟她奸淫的想法，你就已经怎么样？已经犯奸淫了。哇，遐严重！耶稣在看的是什么话？你的内心的动机。耶稣的意思是讲，你不要以为你今嘛没做出来，你就没有犯奸淫。耶稣非常的了解人性，伊讲你今嘛哪有这款的思考想法，你无安那，你无处理，你个认为讲，反正我安那，我用想的，我也无做的，无要紧啦。耶稣讲，你若是这款的心态，有一天
你就一定会做。这个耶稣非常清楚人性，因为各位兄弟，咱无去做歹代志，除非咱真正拢无这个念头。除了这个以外，咱一般人无去做歹代志，两个原因尔。安啦，无大安啦，无机会哈。我们没有胆子，也没有机会去做坏事，所以我们就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是好人啊。等迄个大灾